春天凉面寒、凉面热，天气较无稳定，这些身躯开水路就要特别注意。台中有一口罩5个人因为天气寒，窗仔就关暗暗，轮流洗身躯，各自回家。那像是因为厝内晒伤济衫裤，未通风，这规个伙仔全一氧化碳中毒，送病院抢救。阿公阿嬷抱查某孙倒伫咧病院接受治疗，病情也渐渐稳定。原来台中细串即家伙仔是3代人住做伙，伫即个月初5发生一氧化碳中毒。是没有，一开始很顺利的燃点火，然后点了好几次都才燃烧，那洗到一半都跟我讲说越来越不舒服了，越头晕。代志发生伫即个月初5暗时10点外，蔡先生讲，迄天因为天气较寒，厝内窗仔门拢关条条，一家伙仔轮流洗身躯了后，搁自回家，就陆续出现身体无爽快、头晕、顶镜头。到病院了后，才发现一家伙仔5个人体内一氧化碳浓度拢已经上过悬啊。在急诊室进行检验，他们的一氧化碳浓度从17上达到36，都是属于轻度到中度的一氧化碳中毒。病院表示，5个人当中有1个人送到病院时阵意识无清楚，紧急用高压酸素治疗才脱离危险。因若春天的温差变化较大，消防局讲，今年已经有5件因为一氧化碳中毒送病院的案例，今年1月就有3件。消防局就拍影片来宣导安怎安全使用热水炉。阳台晒太多衣服的时候，会造成空气不流通。你要是环境要是不通风尤其像是说你有加装门窗或是有晾晒大量的衣物的时候，那你有主要要通风。消防局表示，除了咧晒的衫裤，尽量爱和热水炉保持距离，阳台嘛爱保持通风。上重要的也是爱装强制排气型的热水炉，才会当确保使用的安全。记者台中报道。